电机冒烟，你看缺项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，我来教你一招，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接线非常简单，首先呢，把主回路接好，再把火线接到中间继电器线圈14号段子和常开点的5号段子，然后再将中间继电器9号段子给它接到停止按钮，接到停止按钮以后呢，再从停止按钮的出线段接入到启动按钮和接触器常开的这个段子，再把接触器 L 连接到启动按钮，看了吗？最后再把火线接到中间继电器线圈的13号段子，这样就完成了中间继电器实现3项电机的缺项保护，真的是太实用了。